歡迎嚟到連結呢個頻道，我係張師奶。師奶閱閱讀充實心靈。約翰喺生死溝通最後一個章節，繼續你的旅程入面，送俾讀者一份最溫柔嘅提醒：靈性成長並唔係睇完一本書就能夠完成到達終點，而係一場伴隨住生命嘅長跑。約翰為我哋指引咗4個前行嘅座標。1、持續冥想。冥想係心靈嘅清道夫，幫助我哋喺嘈雜嘅世界當中保持內在嘅清澈。2、保持學習。靈魂嘅知識無窮無盡，我哋要保持好奇。3、尋找同伴。靈性之路雖然係屬於個人，但係同志同道合嘅人交流，彼此嘅支持同啟發，會令呢條路走得更遠。4、信任過程，唔需要羨慕或者模仿他人，因為每個人嘅靈魂藍圖都唔同，相信自己當下嘅節奏就係最好嘅安排。約翰特別強調，靈性成長唔應該係一項任務，又或者功課，佢應該係好似呼吸咁自然嘅生活方式。呢個章節帶俾我哋一種強烈嘅未完待續感覺。約翰並非要俾我哋一個終極答案，而係希望我哋帶住呢份覺察，親自去探索生命嘅無限可能。生命係一場旅程，靈性成長亦然，每一步都有佢嘅意義，沿途嘅風景就係最好嘅禮物。